就是寫張台賦的唐樂呀。聽說他和宋玉、景差三人被稱為繼屈子之後年輕一代的3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，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，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《大周之赋》的景差。原来《大周之赋》是他写的。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實《大周之賦》不算什麼，最厲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據說能歌能賦，而且長相還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差後面那個就是宋玉，看見了嗎？還真是好模樣，但願內外皆是一般的錦繡。我看這場上的公子們都是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可不是。我們大楚人傑地靈呢。就是啊。拜见大王，起！这些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風的。爱妃春心動意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愛，男女皆是無分彼此。更何況是食色性也，愛妃無需害羞。大王真壞。男後是後宮太後，理應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。母後教訓的是，但臣妾是為宮中的那些公主們做打算呢。此話怎講？宮中的公主們大多已行家姬之禮，故見君子雲胡不喜。只是不知道這裡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兒的君子怎會在這群人裡？舒兒是嫡公主，將來必要嫁給一個國君的。聽說這次5國使臣都要到郢都來，就是要跟我們楚國聯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場，公子歇對公子樂，題目：不學詩，無以言。剛剛出場的那個世子是誰啊？可是東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當今才俊黃歇，太子的伴讀，眾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詩300，分風雅頌3部，其中國風160篇，是學習各國語言和風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國，若是語言不通，以國風詩篇交流已成常例。所以說，不學詩，無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樂所言甚是，只是黃歇有一事不明：既然國風是詩中重中之重，為何列國習詩都先習頌？黃公子樂上一唱，唐樂也不錯呀。習詩之所以先習頌，頌乃宗廟之禮。習頌之時，習禮儀，通音樂，做人以禮行天下。然後再是學雅，通曉周天子歷代之功業，而知王朝興廢。更要緊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語言，也是列國通用的官方語言。此後再學列國之風俗和語言，這便是習國風了。這樣便可以點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論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屬。月兒適才還說殷姐姐耳聾眼花，此話可見有誤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聽說黃歇文筆風流，瀟灑倜儻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連宮中的大臣們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這賽場上搶風頭的盡是他的弟子。他在與不在有何區別？屈子遊歷5國，正在到處遊說諸侯們搞合縱的。現在楚國裡沒有人比他的風頭更勁了。依黃公子之言，這風雅頌的次第應該為頌在前，
雅為後，風更次之。錯，風以感發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後有正論，風在前，雅在後。朋友正而後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後成功，故宋次大雅。所以詩300篇中，雅颂皆起於風而次於風。哎呀，王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果然，百聞不如一見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誰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：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論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見？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行於言，言不足故嗟嘆之。情即為志，志即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厲害了！真厲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洗脸软鞭，迷因打擾了。本公主剛剛在這丟了個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離去，未見到公主的香囊。公子面熟，敢問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讀黃歇。啊，原來是公子歇。前日泮宮文筆，你一舉奪魁，據說那些什麼宋玉、景釵、唐樂，都輸得心服口服呢。總算不負屈夫子教誨。只是不負屈夫子嗎？還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沒有辜負本公主的厚望。賽前我曾與人打賭，說你必贏。承蒙公主教誨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沒聾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麼？本公主的香囊丟了，你快去別處尋尋。是這個嗎，公主？